對追求身心靈發展有興趣嘅你，千祈唔好錯過呢段影片啊！如果你希望投身身心靈嘅行業，渴望掌握相關嘅技能，既能夠幫助其他人，又可以為自己發展成為一生嘅事業，我哋嘅全球生命數字諮詢導師賦能計劃，好可能就係你夢寐以求嘅機會啦！好多人成日都問我，貴人老師究竟點樣可以揾更多嘅錢啊？我嘅回答係：當我哋思考點樣賺錢嘅同時，我哋要知道咧賺錢背後嘅底層邏輯同埋關鍵，就係咧在於你有冇為其他人解決佢嘅問題，同埋有冇為對方創造足夠嘅價值。賺錢咧唔係最終嘅目的嚟嘅，而係你利他嘅行為嘅自然回報。所以咧，當你懷有利他嘅心，機會同埋財富就會隨之而嚟啦。所以咧，我誠邀你成為生命數字嘅諮詢師，通過深入學習數字天賦心理學，去解決其他人嘅事業啦、財運啦、家庭啦、人際關係同埋健康嘅問題。呢一個唔單止係一個副業，佢更加係咧利人利己嘅終身事業。隨住九運嘅嚟臨咧，我相信大家都知㗎啦，身心靈嘅行業咧正正迎合時代嘅大趨勢。我成日都分享嘅，選擇比努力更重要，所以深入學習生命數字學係可以幫助你踏上時代財富嘅直通車。而我咧將會分享我過往咁多年投資咗超過7位數嘅學習經驗，陪伴你咧一齊去開創呢個低成本嘅創業之旅。我哋嘅賦能計劃咧係唔單止咧去教授專業知識嘅課程，佢仲會提供全方位嘅支持，去賦能你成為一位成功嘅諮詢師。個計劃咧會包含終身免費嘅線上課程，同埋我本人1年嘅1對1親自陪跑指導，俾你咧可以掌握落地嘅商業變現模式。而家咧只需要一次性嘅投資咧，就可以獲得完整嘅諮詢師服務體系㗎啦，包括完整嘅生命數字技能解鎖、商業賦能同埋我本人嘅心法加持，讓我哋咧一齊可以踏上呢一條充滿可能性嘅道路，實現你線上嘅身心靈事業，成就豐盛人生。如果咧你都有興趣了解，記得撳入附近嘅連結，揾我去諮詢啊！